今時今日，無論你係想去意大利嘅 Portofino， 定係 BC 省嘅 Tofino， 都需要舟車勞頓。但係今日喺 Park Portofino， 你可以足不出戶就可以享受到一種度假式嘅奢華賓水方式，高端、寧靜、依水而居嘅感覺，呢度可以帶到俾你。Park Portofino 嘅室內設計時尚高雅，充滿咗自然同埋光感，營造一個開揚舒適嘅生活空間。本身開發商咧係有提供普通同埋高級嘅搭配組合，我哋呢個單位咧係揀咗高級嘅組合 Deluxe 嘅方案，將細節帶入每一處嘅生活空間。生活區域係採用咗9尺嘅樓梯設計，搭配埋內用嘅複合地板，但係睡房咧同埋走廊就鋪設咗高級嘅地氈。全屋搭配雙入式嘅筒燈 ，full size 嘅 LG 滾筒洗衣機同埋乾衣機。最重要咧，全屋冷氣同埋遮光窗簾。廚房咧就採用咗現代嘅高光面板嘅櫥櫃，大理石紋嘅石英台面同埋廚房嘅背板，話明 Deluxe。廚房設備全部咧都係搭配咗 Miele 嘅頂級電器組合，包括咗36寸嘅法式雙開門雪櫃。30寸嘅焗爐，5個眼嘅煤氣爐頭、抽油煙機、洗碗機同埋一個24寸嘅酒櫃，都係嗰句啦，通通都係 Miele 嘅高級設備。主人房嘅沖涼房咧就鋪設咗大理石紋嘅前磚，冇邊框嘅玻璃企缸，懸浮式嘅洗手盆櫃同埋獨立嘅浴缸。嗱，個浴缸正啦，一邊浸住，一邊仲可以感受住個無敵河景添。單位就咁奢華啦，點少得搭配一個私人停車房，可以泊2部車添。Park Portofino 地理位置優越，鄰近 Bridgeport， 靠近好多間嘅大型超市，同埋咧，列治文一個好重要嘅交通樞紐啦。